咁我覺得作為體育主持最重要有3個 point：第一中意，第二中意，第三都係中意。因為我覺得你只要中意一樣嘢嘅話咧，你就會好自自然然，冇人叫你，你都會好俾心機咁去揾有關嗰啲資料同埋相關嘅知識。面對啲唔係好中意講嘢嘅運動員，應該點做咧？的而且確有人係講嘢好叻嘅，即係開籠雀一樣，你唔使叫佢都自己喺度講出嚟。亦都有人係講完之後咧，就即係好似講一個字都好辛苦嘅咁樣。咁我成日都話，作為一個主持嘅責任咧，就係要引導你嘅受訪者講出佢想講嘅嘢。咁所以我覺得喺問問題嘅時候啦，問一啲 open-end 嘅 question， 令到一啲平時比較少講嘢嘅運動員咧，即係多啲講嘢。同埋我諗事前嘅溝通啦，事前嘅溝通即係譬如話，你可能了解下佢嘅心態啊，或者佢想講啲咩先，你亦都可以試下用你自己嘅方式講一次俾佢聽，睇下佢會唔會可以講出一個好啲嘅答案啦。因為作為主持一個好重要嘅責任，就係引導你嘅受訪者講出一個完整嘅生幣。